皆さんこんにちは，Kikoです。大家好，我係 Kiko 啊。今日我哋會講下濁音、半濁音同埋拗音嘅。我哋一齊嚟睇下濁音會有邊啲，總共會有4行嘅。乍眼望就好似之前學過嘅卡行、沙行、他行同埋哈行，不過唔一樣嘅地方就係右上角會多咗2個點點，所以讀音都唔一樣㗎。濁音嘅讀音呢，會有少少好似喉嚨音咁嘅。我哋一齊嚟練習下先。第一行噶、gi、gu 嘅歌。第二行呀、ji、ju、je、jo。第三行da、ji、ju、de、do。第四行ba、bi、bu、be、bo。好，完成咗啦。咁但係頭先讀嘅時候呢，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到有啲字嘅讀音係一樣嘅，例如咋行嘅第2同埋第3個音同打行嘅第2同埋第3個音讀法係完全一樣嘅。好，嚟到半濁音啦。半濁音好簡單，得一行嘅啫，咁會好似頭先嗰個巴行咁嘅。不過呢個唔同在呢，佢右上角由2個點點會變咗一個圓圈，咁佢個讀音就會係pa、pi、pu、pe、po 咁樣嘅。好，我哋已經嚟到拗音嘅部分啦。拗音會由呀、u、yo 組成嘅，咁見到以下唔同嘅行，留意返佢哋只係針對E段嚟到組合嘅，咁我哋都一齊嚟讀下啦。咁喺拗音裏面呢，呀、u、yo 會喺個字裏面呢會寫得比較細隻少少嘅。佢哋嘅讀法技巧呢，就係好快咁將2個音讀埋一齊。我哋舉個例先，例如卡行 K 段 ，K 加呀係 K。K 加 U 係 Q，K 加 U 係 Q， 咁樣讀嘅。咁我哋由第一行開始啦。卡行 K 段 K、Q、Q， 沙行 C 段 X、X、X， 他行 C 段 X、Q、Q， 那行 N 段 N、N、N， 哈行 H 段 X、X、X，媽行咪段咩喵喵，拉行呢段辣溜溜，加行幾段夾咕咕，加行之段夾啾啾，打行切段夾啾啾。呢2行係讀音完全一樣嘅。繼續到巴行啦，巴行 B 段白飆飆，趴行 P 段撇飄飄，咁總共呢就有36個拗音啦呢度。好，今日講住咁多先，下次再一齊溫習啦，拜拜。